咱就奖讲师就是王经理三嫂厝安可能咱下个人真侪拢做捌伊因为伊的道理嘛非常的好，但是伊嘛足有爱心，足有尊心，所以今日会当邀请到咱杨刚叔蒋讲师咱杨刚叔来这个体育班来做主讲所以这个当中咱就要去耽误着这个时间，希望讲伫这个2点钟的内底咱大家咱讲尽量往做好啦做你听不着就真袂使啦我嘛知影真危险有当时拄着真是甲提醒一下爱注意咧听咧管下去有天咱若拄久道理咧管去嘛总袂使咧敢是安尼所以呢咱换一个所在祝福咧各位大家心心愉快，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咱就同来同见谢谢各位，谢谢。大众集体。感谢将点石石碑前到鞠躬，坤道鞠躬。感谢点石石碑大师。咱有邀请信义单位的姜讲师，今仔日要甲咱做一个心得分享把伊人生的路途修办的经验呢，来报告予咱大家分享咱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咱的姜讲师。请讲师石碑前到鞠躬，坤道鞠躬，讲师好，讲师好。各位先生请坐。
今仔日哦，咱今仔日哦，要修啥物课，咱一定爱有啥呢？建啥物因缘，共款哦，共款的就是讲要安怎修行，咱就爱知影讲要安怎知。就亲像讲学校呢，后壁有即个菜园啊。那么呢，一天我妈妈就去我的菜园头讲啊，某某人，你种这菜太接近啦，一直都无够肥，啊，啥也无够肥。因为呢，我咱的田是毋是拢用犁咧犁？啊，咱河海一块啊，请人犁，人也无要甲咱犁，我拢用骨的嘛。可是河海咱无够咱的猪头拢比别人较细支嘛。哦，啊比别人较细支，当然个骨的迄程度就较浅啊。啊土无够深，啊无够深，啊肥果下无够，哦，啊就较净嘞，啊净嘞拄着啊，就是叫咱去压一个水尔，咱甲想。安尼讲有啥物好修行，绝对是无的啦。所以呢，我就甲我妈妈讲，啊，无我鼓励，哦，若物件互我种着就是啥，非常的自然。伊若要互我食偌济，就互我食偌济。啊，若无爱食，无爱互我食的时阵，啊，我菜市仔伫隔壁尔，我当菜市仔买落来。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就是讲，咱今仔日，哦，就是亲像讲，咱今仔日要学道的中间，要生活的过程当中，咱今仔日看咱的身心呢。咱若有真心，哦，真修实练哦，当然呢，咱即世人投入去，咱绝对以后生活就是本嘛，哦，就是本啊。那么咱即世人若要凊彩修修的，嘛是会当啊，哦，嘛是会当哦。可是呢，咱以后哦，看咱的成果是啥物成果。所以呢，咱师尊老咧，咱曾经甲咱讲过一句话，伊讲共款的修持哦，哦。共款拢得到三宝哦。那么呢，咱以后毋知会当转去袂，咱家己爱去思考一下。哦，有影，咱共款拢得到咱老师的道，咱拢会当受到咱点来师甲你受书一指，大家拢受书一指啊。那么今仔日，哦，今仔日啊，咱大家拢想要，嘛是拢伫咧修的过程，所以呢，即个看咱的心情度，哦，咱的投入的即个力量有大无？咱的精进，咱是毋是有时常来鞭策家己呢？这是重点哦。所以呢，今仔日咱要修成啥，咱一定看咱安怎做，要安怎来经营，哦，要安怎来经营就对啦。所以呢，就做咱甲咱讲，伊讲心地行自种，哦，行自种，好物识家己。咱这个心地就亲像一块田同款，哦，咱这个心地哦，所以呢，咱师尊伫迄个。道观迄个地图内底安尼讲，伊讲人的心，咱人的心亲像一片无尽的黄土啦，无尽的黄土，咱人的心哦，你要看咱的心，起心动念、为人促进的中间，咱拢见到生啥物心出来？咱若有落好诶，咱就有好会着；咱若有落歹诶，哦，咱是也是人甲咱欺负，人甲咱侮辱，人甲咱痞相，咱起的念，伊佫无同的念啊。伊佫是亲人心的念啊，所以呢，咱的念是啥呢？咱的心就真像一个无尽的黄土。哦，啊，咱人就是啥呢？而且家己去种，而且家己去耕耘。哦，咱而且要施肥，要互伊阳光，哦，要互伊水分，要互伊肥料，即基本拢靠家己安尼。哦，靠家己哦。所以呢，经过伊即个种子甲种落了后呢，经过一场的即个啥呢？雨水也好，雨也好，阳光伊自然伊就会富裕，伊就富裕哦，真正哦。所以呢，咱爱清楚这个道理。那么今仔日呢，咱为虾米较要清净？哦，为虾米较要清净？因为呢，咱要互咱的道心，咱的道念，咱的道志，应该扎实，哦，扎实就对啦。哦，咱到我通互咱的道果才务实咧咧。哦，务实咧咧对啦，因为呢，咱在修道过程当中，哦，咱家己有朝去思考啦。咱自修道以来，咱的道志，哦，是毋是有捌去动摇过？哦，捌去动摇过，还是捌去怎啊拍去无？那么动摇的中间就是啥？有了环境，有了因缘，这会动摇。啊，甚至无看到，所以人讲，
修道如初，成佛有余。今仔日咱个心，咱哪咧求道的时阵，咱初啊心上介好，上介顺，上介水。然后咱若我讲有始有终啦，保持啦吼，咱绝对成佛有余啦。所以呢，咱第一个10当，咱讲道在心中嘛。哦，迄时阵咱足发心哦，道足好哦，大家拢有道伴，大家拢总来听道理，大家拢总做伙来度人，大家拢总来做无意思。第一个10当，大家拢非常信心哦。那么第二个10当呢，道在万空中。咱会感觉讲啥？愈修愈无味。我这诚心，我拢有咧做无意思，我拢有咧布施，为虾米？上天啊，有法保庇。阮兜哪会发生遮个代志？我的身体是哪会较不健？我是哪会身体会袂健康？这个动摇呢，咱身体动摇呢。那么呢，第三个10当，道不见了。咱个道心就无看着啊。咱袂讲我道理意思就好，我感觉也是如此如此啊。即个时代，我着经济遮好，我身体遮健康，我要来享受啥，我着先当享受啥。我为虾米他着逐礼拜拢来这天礼拜要创啊？我这个时间，我今日当做我来游山玩水呢，敢是安尼？所以呢，咱人迄个念，当下迄个念会足恐怖，所以呢，咱个道心会变，咱个道念嘛会变，咱个道志嘛会变，会动摇。那么呢，咱今仔日要清净，要清着啥？咱拢做事人，咱拢知影，咱若咧种迄个毛母吼，咱现在这个所在在咧种毛母啦，我毋知，咱你我刚好有足侪就即讲种迄个毛母。那么伊个毛母吼，伊根，你食迄个根嘛，所以伊个料足深入去，料足深入去，生根嘛，要深引入去。那么呢，一条个毛母吼，往下扎根嘛，往下扎根，咱要达到好个修行嘛，所以呢，咱今仔日共款，咱共款嘛是爱清净，对咱个心，咱个心地上是要清净哦。看咱心地，咱个心唔歹个，